如今天子无粮，百姓受苦，还请两位将军擦亮眼睛，为百姓而战。老夫此生只听命圣上与班老将军，你杀了班郡主，今日老夫便替老将军斩了你这个伪君子！无妨。诸位可还认得此物？诸位可还记得，祖父当年创立班家军，坚持的信念是什么？为黎民百姓而战，为天下苍生而战。诸位皆是祖父当年的得力副手，如今蒋洛残暴不仁，诸位难道要为虎作伥吗？你们的刀究竟该朝向谁？可想清楚了。我等不辱老将军教诲，愿为黎民百姓而战，为天下苍生而战。伯爷，蒋洛奸诈狡猾，定有后手。话说得不错，我有事大人定守好此处宫门。若某相信你，放心去吧。陛下，仙霞，你不要害怕。荣霞若是敢踏入此殿，寡人便要她死在这里。画，你没死。画画命硬，让表哥失望了。护驾！大胆班画！这是朕的宫殿，你们谁敢上来，我就杀了谁！杀！被毒死的妇孺老人，被生生饿死的黎民百姓。还有很多很多，你都应该还了。陛下，快走！师兄，走！师兄！给我追！快追！你为何还活着？估计是我这般女子，阎罗王也怕了吧？郡主，这是解药，请尽快服用。这些东西到时候你会用得上。伯爷，一旦投降，所有人都会死。